嗨，大家好，我是躺平叔。今天是2026年7月7號。這一期咱們繼續聊一聊伊朗，聊聊中東，聊聊波斯局勢。今天是美國和以色列對伊朗進行混合糾治的第130天，同時也是哈梅内伊悟道成仙的第130天，也是他按照媒體報道，今天就應該是入土為安，終於塵埃落定，這個變成宇宙的一粒塵埃。那麼就在這一天，這個局勢實際上陡然升溫。為什麼？這個問題還是出在這個哈梅內伊這個葬禮上面。根據鳳凰網報道，鳳凰衛視當地時間7月6號，鳳凰衛視驻伊朗記者李瑞在德黑蘭看到大批民眾聚集在自由大道和自由廣場沿線送別哈梅內伊，說德黑蘭100萬民眾沿街送別哈梅內伊，並且傳言說哈梅內伊的二兒子，也就是新任領袖穆吉塔巴被曝现身送葬人群，但無官方消息證實。也就是說，有傳言穆吉塔巴出現了在他父親的送葬的隊伍裡面隱身，但是官方並沒有說這個真的假的不知道。這恐怕是反映了伊朗群眾一種想法，一種構思，又或許是把纸壳子当成真人了，因為哭花了眼，这個淚水迷蒙了雙眼，打濕了雙眼，所以說看得不太清楚，出現幻覺，那個紙板以為是真人來了。總之，在鳳凰衛視報道之下，那麼叫德黑蘭100萬民眾自由大街送內伊。伊朗國家電視台6日報道稱，伊朗總統佩澤西強等高級官員和哈梅內伊的家人、宗教界以及社會各界代表都參加了送葬儀式。有消息稱，接任最高領袖的穆吉塔巴當天也曾出現在送葬人群中，但目前沒有官方消息證實這一說法。也就是哈梅內伊公開葬禮的第2天，在這個葬禮上隨處可見，不僅是悼念哀悼哈梅內伊，更多的還有伊朗人憤怒的一種表達，他們呼籲要復仇。一名詩人現場誦讀詩文，矛頭直指美國總統特朗普。伊朗人高舉海報，海報上寫着我們不會放過你。當然了，海報上的畫像就是被醜化了的美國總統特朗普，也就是我們不會放過特朗普。還有以色列總理內塔尼亞胡，怎麼能少了他呢？憤怒的人群還在焚燒美國和英國、以色列的國旗，手持印有特朗普和內塔尼亞胡的牌子，上面寫着必將流血。人們朝這個特朗普和內塔尼亞胡的這個畫像吐唾沫、拿腳踩、痛斥。但是我不知道這個英國怎麼了，為什麼要罵英國呢？英國應該是誤傷。根據伊朗國際電視台最新消息說，伊朗革命衛隊可能組建了一支特種刺殺小組，目標就是針對特朗普、內塔尼亞胡。該媒體聲稱該單位名為穆赫塔爾。雖然伊朗官方並沒有承認，但是伊朗聖城旅的實力可以在中東特種情報機構中排名第2。也就是說，這些人現在據說目標鎖定特朗普和內塔尼亞胡，你終身不得安寧。人家已經發出了暗殺的號召。在哈梅內伊葬禮上，這發生的種種行為讓特朗普感到很吃驚。所以特朗普在接受媒體採訪的時候，他說：“我以為伊朗人的痛恨哈梅內伊，沒想到他痛恨的是我。”就這意思。特朗普說：“或許他們都是假哭啊，他們是被迫的。”但是這個確實也讓特朗普很生氣。為什麼？因為伊朗居然還有這麼多人。有人說將近有2000萬人在德黑蘭參加哈梅內伊的葬禮，這2000萬人基本上都是強硬派，他們高呼要報仇、要復仇、要流血。那在這種強硬派這麼大的聲音之下，伊朗內部的那些改革派穿西裝的佩澤西强、卡利巴夫這些阿拉戈奇，那他也不得不附和，也是要在那揮舞拳頭喊口號，要報仇。這個就讓特朗普非常吃驚。那在這種氣氛烘托之下，這個朗子立馬就順杆就上，說他胖他就開始喘上了。這朗子革命衛隊居然在最高領袖哈梅內伊葬禮上，他居然開始衝這個霍爾木茲海峽的商船發射導彈。美國阿克西奧斯新聞網站6日援引一名美國官員話報道說伊朗伊斯蘭革命衛隊向數艘通過霍爾木茲海峽的商船發射了至少2枚導彈，2艘商船被擊中且受損嚴重，但無人員傷亡。這不是蹬鼻子上臉嗎？一位接近伊朗首席談判代表的消息人士警告稱，德黑蘭
对美國在霍爾木茲海峽提供軍事護航的耐心正在耗盡。林肯號航母就在安曼灣100公里的地方，為那些通過阿曼那一側的這個商船提供保護。伊朗革命衛隊就警告船只必須使用伊朗指定的通道，否則將面臨後果。據伊朗媒體報道，伊朗目前僅因尊重哈梅内伊阿亞图拉的葬禮而暂且克制。你說说，特朗普說他是給7天時間給伊朗人辦葬禮，衛隊說我們是因為辦葬禮，所以我們克制辦大事、吃大席的時候不宜動武。克制。伊斯蘭革命衛隊已經警告稱只有伊朗批准航線才被授權，必須通過16頻道進行協調，違規者將受到執法措施。他還表示伊朗軍方正在利用葬禮時間間隙進行準備。一位陸軍發言人對塔斯尼姆通訊社表示，我們正在利用停火來提升我們的作戰能力，不浪費1分1秒。葬禮間隙只是暫時的，美國支持的護航窗口可能會迅速關閉。以上種種激怒了特朗普。這特朗普在白宮連打好幾個噴嚏，不知道誰在詛咒他。打開電視一看，原來他的畫像，美國的國旗被人在地上焚燒，有人衝他吐唾沫，踩他的臉，所以特朗普恐怕很生氣。他就在媒體採訪的時候，他說：“我們要麼達成一項協議，要麼就把活幹完。活幹完什麼意思？軍事手段徹底解決，明白嗎？而且把活幹完，對我們來說易如反掌。我更傾向於達成協議。”因為我不想波及9100萬伊朗民眾，我們可以在1小時內炸毀他們所有的橋梁，我們可以摧毀他們的能源供應，摧毀他們建起的所有大型工廠，那些龐大的、漂亮的、現代化的工廠，當初花了不少錢，但他們現在已經沒有錢了，我們1分錢都沒有給他們。我可以說，只需要1個下午，一小部分時間，我們就能摧毀他們的電力和發電廠，所有的電廠都會被夷為平地。他們對此心知肚明。你看，這個赤裸裸的就是威脅和恐嚇了。因為過幾天雙方就要在瑞士進行第2輪談判，7月11號。那特朗普借着這個機會開始施壓。特朗普還說：“我並不尋求伊朗政權更迭，儘管事實上已經發生了政權更迭。第1屆政權已落幕，第2屆也已落幕。我認為第3屆伊朗領導層更加理性。不過，我們還是拭目以待。”也就不要看他說什麼，要看他做什麼。特朗普周一在白宮橢圓形辦公室的一場活動中，對記者談及與伊朗的持續談判。他說：“我們解除了封鎖，因為我們或許已接近達成協議。我不知道，但走着瞧，張果老騎驢看唱本是吧？走着瞧，不管怎樣，我們都會贏。油價現在處於一個水平，低水平。”我覺得按統計算，甚至比我們動手之前還要低。我們已經獲得了讓步，他們必須守住這些讓步，但不會有核武器。我們將得到那些我稱之為灰塵的東西，即濃縮材料。特朗普說：“我介入只有一個強烈的原因，伊朗不能擁有核武器。”這個特朗普接着吹，他說：“我們已經徹底摧毀他們曾有的159艘艦船，每一艘都沉入了海底。我們已徹底摧毀，他們沒有一架飛機，他們沒有雷達。按照特朗普的說法，那朗茲毛拉的海底艦隊規模恐怕比這個正義聯盟大哥海底艦隊還要大，還龐大。他們在海底匯合，稱霸海底，這個沒毛病啊，統一海底。特朗普接着吹，他說，在封鎖期間，美國艦船秘密駛出霍爾木茲海峽，也就是美國的艦船在霍爾木茲海峽就是來回穿梭，因為伊朗人沒有雷達。他就這意思啊。很多人說油價可能漲到每桶300到350美元。我們預測不準的一個原因是，我們平均每次截獲10艘油輪，有時少些，有時多些。3周前，我們有22艘船駛出海峽，那個著名的霍爾木茲海峽，以前沒人聽說過，但那可是個大買賣。我告訴你，看着那些數字，相比之下，其他一切都是顯得微不足道。他說不知道什麼意思，就是特朗普，反正这人說話神神叨叨的，大概那意思就是在霍爾木茲海峽封鎖期間，還是出來了不少油，所以這個油價沒有漲到350美元，大概就這意思。反正他這個人說話不着調。他說我們截獲了那麼多石油，外界根本不知道，而這只花了1個半月，也就是可能把伊朗的石油給沒收了，伊朗人往出運油被他們截獲之後變成美國人的了。大概這意思。說特朗普說他們最終發現了，但他們沒有雷達，因為他
他們雷達被摧毀了，所以我們是在深夜出动，沒有燈光，沒有任何暴露，靠我們偉大的海軍，他們實施了有史以來最強大的封鎖，2個月內沒有一艘船通過。特朗普聲稱，在6月，美國已確保超過1億桶石油通過霍爾木茲海峽，經過的船只至少200艘。當然了，這都是特朗普自吹自擂。特朗普他也說我聽說伊朗他們現在形勢大好，實際上他們處境糟糕透了，他們極度渴望達成協議，但他們必須拿出一份公平合理的協議才行。特朗普一方面是在7月11號美伊會談之前繼續施壓，一方面也可能是在泄憤，也看到伊朗群眾强硬派還是居多，伊朗的这个们還是基本盤比較多啊。一方面恐怕還是自吹自擂，老王賣瓜，自賣自誇。今天我在網上看到一篇文章，是孙立平教授的。他這個文章說，他說這場戰爭打得有點不太正經，他用不太正經來形容美國和伊朗的戰爭。他說前一段時間每天伊朗戰爭的消息傳來，特別是到後來，經常讓人有一種感覺，好像和記憶中的某個場面有點相像。孫立平老師他就說，對了，就是那場黑木崖大戰。他說讀過金庸小說的朋友對此都不會陌生，這是發生在日月神教前任教主任我行與現任教主東方不敗之間的一場終極對決。二人都是絕世高手，此時的任我行已經練就吸星大法，能吸人之內力為己用，東方不敗更是習得葵花寶典，武功詭異至極，過招的精彩自不必說。這場對決最大的看點其實是雙方都不按常理出牌。實際上金庸的小說我沒看，這個什麼黑木崖大戰我也不太知道，但是電影好像有過是吧？周星馳演的是吧？是東方不敗，我記得東方不敗不是那個女的叫什麼張曼玉是吧？林青霞演的，我這記憶不太好，反正這個女的演的東方不敗，以前我記得是我上高中的時候錄像廳裡放過，所以東方不敗這個形象我是有點印象的。但是黑木崖之戰金庸這個小說我是沒看過，不太清楚，但是不要緊啊，我們一起看孫立平教授他怎麼說的。總之啊，他的意思就是這兩個人就以邪制邪，兩個都不是什麼好人，就這意思。他說金庸是這樣描寫的，任我行率先發難，嶄新湧出吞噬之力，東方不敗只是輕笑，身影一晃，整個人化作一道粉紅色的殘影，繡花針破空而來，輕飄飄的，卻讓令狐沖長劍仿佛墜了千斤鐵，針尖點在劍身上，叮的一聲，令狐沖虎口發麻，險些脫手。這大概這意思啊。後面孫立平教授他說，在說伊朗戰爭的時候扯到黑木崖之戰，並非是正邪不分，把兩個都當作金庸筆下的邪派。他說我在開戰伊始就說過，別的不論，僅就解決伊核問題，根除核擴散這種可能導致人類滅頂之災的後患來說，我就完全認可這場戰爭的合理性。更何況對方是由神棍組成的這個政權，這是孫立平教授說的。這個神棍粉，對你們不要亂來啊！這是孫立平教授說的。我怎麼說，也就是特朗普打這個毛拉沒毛病。這個孫立平教授後面話鋒一轉，他說：“可是不知怎麼打着打着，一直到後來的和談，讓人越來越感覺這裡有一股奇怪的邪氣。說邪氣可能重了點，姑且解釋不正經吧。”所以他就認為有點不大，越打越有點不大正經了，感覺。實際上經常一直看我節目的知道，我最早就說了，這是老和尚遇到老流氓，是吧？我以前一直這麼說，老和尚遇到了老流氓，雙方都不按常理出牌，沒毛病。以惡制惡，以邪制邪。毛拉他以前在對付美國的歷任總統的時候，歷任總統不管是共和黨還是民主黨，他都是建制派的，他們基本上都是有套路，都是按照他的劇本來，是吧？所以說毛拉他們就研究透了美國人的套路和劇本，所以他這幾十年拿核做文章，一直在談到現在。因為毛拉他摸準了美國的脈絡，結果遇到特朗普這麼個不按常理出牌的，這麼個貨色，不講武德的，所以把自己命給送了。這就讓我想起了《三國演義》裡面祢衡，這就是孔融向曹操推薦，這曹操不要去勸降劉表嘛，也跟劉表聯合。孔融就說了，說這個劉表這個人假斯文，喜歡跟高士、跟那些大 V、那些什麼上書房行走這些人交往，你得派個有才識的，比如說維维老師這種
你勸他才行。或者是加托老師這種粉絲多大 V， 那曹操就說那誰你給我推薦一個，讓你去吧。我說我不行，我還差點，我推薦加托老師。那就是祢衡。祢衡这個人他就有點像毛拉，他就逮誰罵誰，去先把曹操罵一頓，把曹操氣的是吧克制。曹操一想殺他不敢殺，壞人不能做，把他送到劉表那兒去，就是說服劉表。結果到了劉表那兒，這個祢衡也把劉表他們那下面一堆人全罵一頓，什麼蒯越、海良一大堆的，蔡瑁他都骂。骂完这个刘表也想殺他，後來劉表一想，我不能殺他，我當時曹操害我，對不對？把人送來，我也把他殺了，天下人不都罵我嗎？說我容不得人，對不對？我這人設不就塌了嗎？所以我不殺，把他送到皇祖那兒。結果祢衡跑到皇祖那兒又罵皇祖這個人大老粗啊。皇祖就是特朗普，他不按常理出牌，一刀咔嚓把他腦袋割掉了。那毛拉就是這樣的，毛拉他就像祢衡認為這什麼人都跟曹操這麼一樣，或者隨便罵，這人愛惜名聲。不敢亂殺名士，殺了名士，你人設就塌了。人設一塌，你還怎麼去統一天下？怎麼讓這個廣納賢才，是吧？所以說祢衡他是這種思路，認為這些人不敢殺，那越不敢殺，我越沽名釣譽，這種是吧？這種他越罵名氣越大，就像加托老師一樣。結果最後咔嚓一下給他查稅，那一個邏輯，這個一樣。毛拉他就覺得每個總統都一樣，什麼布什，後面這個克林頓啊、奧巴馬，這不都是一樣嗎？還拜登。結果你碰到特朗普這麼個邪性的人。這人不按常理出牌，沒有武德，偷偷摸摸去年偷偷摸摸的先派飛機 B2去炸了那個叫什麼伊斯法罕，你就應該知道這人他媽不按常理出牌了是吧？啥事能幹出來？結果前面跟毛拉在談判，第二天周末是吧？趁着毛拉一起開會的時候，咣當把內衣給送走了。那就這種人，孫立兵教授說這個仗剛開始打得還挺好，後面越打越不正經，他就這個意思。這個觀點跟咱們是一樣的，我也是這個觀點。我覺得後面他就應該把哈爾科島一占，把霍爾木茲海峽一控制，美軍會有傷亡，美國有可能會動真氣元氣，是吧？這個仗打也不太容易，肯定不像轟炸容易，損失小。但是你這樣才能根除，才能解決根本問題。你現在怎麼回事？什麼？你現在談判有什麼用？你看，所以特朗普嘚了氣皮了，一看這個朗子，2000多萬強硬派在德黑蘭是吧？集會。這個內塔尼亞胡說得很清楚，所以這個以色列人頭腦清醒，眼光毒辣。這個媒體記者在採訪內塔尼亞胡的時候問他說，美國和以色列就這麼轟炸伊朗，為什麼伊朗屹立不倒？這個內塔尼亞胡說，對記者說我們已經對伊朗進行了超過13000次打擊，為什麼那個政府仍然屹立不倒？內塔尼亞胡他說是因為他有幾十萬暴徒，他們在大白天和夜晚殺人謀殺，他們謀殺自己的人民。這是內塔尼亞胡說的，這是毛拉粉神棍粉，要麼內塔尼亞胡。我這是念一下。我們再接着介紹孙立平教授這個文章。他說，我的一位朋友說，開戰之前擺開了那麼大的陣仗，結果開局一出招就是黑虎掏襠，就是互相攥着命根子，誰也不敢下狠手，誰也不敢鬆手。到最後是在故弄玄虛的和談中，三家都宣布自己是勝利者。估計到了最後，連這場戰當初是因為什麼打起來的似乎都忘了。寥寥3句話把這場戰爭中的那種邪勁兒說生靈活現的概括了出來。本來是談着談着不宣而戰的斬首行動突如其來的開始了。如果是一個小國弱國出其不意來個陰招損招，倒也情有可原。問題是你可是世界第一軍事強國，軍事力量和對方相比是碾壓性的。這就好比古代打仗時，雙方正在排兵布陣或是言語相激時，你就一支冷箭射了過去。雖然說難說這是違反了某種公認的規則，但從感官看總讓人覺得有點不太好看。美國原來2次出兵伊拉克好像都不是這麼打的。不管你對戰爭本身如何評價，那2場戰爭本身的嚴肅是不能否認的，也就是人家正經的打。所以說前面美國總統人家都是循規蹈矩，對吧？人家是按劇本來，按程序來。特朗普他不是，也只有特朗普不是，所以他才幹出這事，才能終結這種惡性循環。你不能不說特朗普是在伊朗擁核問題上，他在這兒是產生了個重大的轉折點。最終是阻止了伊朗擁有核武器，還是加速了伊朗擁有核武器？反正這是個轉折點。至於後面是真的讓伊朗就斷絕了核武器，還是說加速了它有，不好判斷，這個往後面再說。但是這你不能否認，特朗普這一招
實際上把慣性給它打斷了。這47年來扭轉，這是個轉折，這你得承認。他說戰至終局，正式比賽又突然變成了表演賽，每一枚導彈的發射，每一次空襲的回應，都像是事先設計好的台詞的表演，精準的打在點到為止的刻度上。仔細一看，原來是真正的戰場已經轉移到別處。在黑木崖之戰中有個軟肋，說楊連亭，而在這場戰爭中也有個楊連亭，這就是霍爾木茲海峽。打不過你，我就捏住你的命根子。果然就是命根子，這一招果然見效。即便你是有18般武艺，即便你是世上首屈一指的舰队和导彈，也眼睁睁的派不上用场，把对方的要害抓住，就看誰撑不住先松手。果然双方都有點精疲力盡。這個我們也說過，一方面是朗子這邊經濟要崩潰，還有一個最高領袖那邊等着入土為安，要不然味兒有點大呀，是吧？不太好弄。美國這邊中期選舉臨近了，這油價還在往上飆升，美國老百姓不開心。特朗普這中期選舉很危險，所以双方都有這種緩和的需要，所以找個台階呗，先停戰，谅解備忘錄，讓霍爾木茲海峽通航，讓伊朗的油能出去，双方都各退一小步，就這個意思，目的都達到了。你看毛拉也順利的讓前最高領袖入土，最後变成這個宇宙中的一個塵埃。而美國這邊實際上油價也在降，唯一不開心的就是地保。司令平說，他說談判就好好談吧，偏不，又是一通小伎倆，明之為交易的藝術。談了沒？你說談了，他說沒談。談了什麼？你說談了東，他說談了西。直到今天，談的結果也還是朦朦朧朧的，似乎恢復戰前狀況，就是可以鸣金收兵的勝利，脫身式的班師回朝，就是大功告成。那你這一通忙活的目的是什麼？司令平教授，他说人們正在眼巴巴的想看名门正派暴打魔頭的精彩，最後却弄成兩個小混混撕扯的鬧劇，說連黃藥師這種邪派人物身上都能有那種讓人欣賞的亮點都沒看到，連邪派高手過招的精彩瞬間都一點沒有，真的令人失望。但是我覺得不要失望，因為特朗普這人他是不按常理出牌，沒有必要現在去過早的下結論。你看他怎麼做？我認為中期選舉一過，可能還是要大打出手，甚至這個中期選舉能不能扛得到都是個問題啊。因為你是明牌的，那特朗普這牌是明的，也就是他要為他的中期選舉考慮。中期選舉一過，特朗普叫輕舟已過萬重山，兩岸猿聲啼不住，漫轉詩書喜欲狂，是吧？忽聞什麼劍外收蓟北。反正那他肯定是，反正包袱也甩掉了，中期選舉結束了，這好壞就這麼樣了，他肯定就會放開手腳，會這個空間就大得多。衛隊朗子神棍，人家是知道你這些的，那人家會坐以待斃嗎？所以他就不會在你這個中期選舉之前他搞動作嗎？所以說，那在之前就搞動作，那特朗普就很被動，是吧？那都不傻。那現在說啊，其他的國家拼命的，啥也別說了。趕緊去買油，把你的小瓶瓶罐罐給灌滿，產油國趕緊把它罐子倒空，是吧？玩命的現在抓革命促生產。現在你看沙特媒體報道，這個沙特才叫賊，瘋狂往外賣油，而且直接油價每桶降8美元，這是歷史上沒有過的，就是降價這麼狠。阿聯酋就不用說了，人家早早的就退出了俄派克，人家叫產能叫充分利潤上，所以現在俄派克也開始擴產。這就是我說的囚徒困境，現在看誰賣得快，誰也別說話了，別在那耽誤時間，趕緊賣，全世界其他地方趕緊把油灌滿，因為這個窗口誰也說不好，說不定什麼時候就關上了。這裡面還有地保在裡面挑撥，拱火澆油，派了梅姐夫去伊朗，勸伊朗人把海峽把它關上，說梅姐夫說了，說你伊朗人沒有核武器，卻勝似有核武器，為什麼呢？他說雖然你們手上沒有核武器，但實際上你們有比核武器更威力更大的就是霍爾木茲海峽。你看這人說話多壞，那就是煽風點火，煽陰風點鬼火，忽悠這個伊朗，你趕緊把霍爾木茲海峽再關上，你這個比用核武器還厲害。霍爾木茲海峽這一關，地保就占便宜，油價一漲，地保一開始他的日子也好過一點。當然了，朗子也不能輕易上當，是吧？朗子也不傻，實際上不光是朗子不傻，全世界都知道，除了沒整明白，毛拉粉没整明白，都明白了。為什麼？你看以色列大使叫萊特爾，
他談到美國和伊朗的協議的時候，他就挑明了，他說：“我認為這是顯然是一項開放海峽的協議，也就是美國和伊朗的這個鏈接備忘錄，只是為了開放海峽，暫時讓它開放，不是結束伊朗核武器化的協議。也就靠你這個備忘錄，靠你後面60天談判結束伊朗的核武器化，這是沒門。言下之意，後面還是接着打。而內塔尼亞胡再次重申，絕不容許伊朗擁有核武器。關於霍爾木茲海峽，關於波斯灣的局勢，我們密切關注。好，這期節目咱們就聊到這裡，感謝大家收看。如果喜歡我的節目，歡迎訂閱、點讚、評論，謝謝大家。